续关心新加坡仁和科技这间台湾分公司，伫去年因这间公司有接到国泰世华银行信用卡核心系统升级专案。也毋过，即马说红亚讲，因这间公司背后有中国资金。即马红公是中国北京一间科技公司的海外子公司，这是引起资料外泄的疑虑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昏时证实讲，这间仁和科技公司确实是中国资金的公司，已经依照两华条例罚217万。国泰世华银行嘛讲，知影了后就提早结束契约的关系，所以资料拢无外泄。新加坡省仁和科技台湾分公司去年争取和国泰世华合作，引入因开发的信用卡核心系统。不过后来标出仁和科技公司意思是中资泄露来台湾，承接台湾金融机构的业务。在被经济部长郭志辉证实，仁和科技是中资公司。调查以后确定这个新加坡商任何科技公司是具有入资控制力的。确实为入资公司，所以我们将依两岸条例第93条之一的规定，那么处以新台币217万元的罚锾。国泰世华发声明回应，2月24已经按照契约通知仁和科技，提前终止契约，到目前为止拢无使用仁和科技提供的系统。另外，也委请中华资安公司就仁和科技交付的原始码进行检测。经过3月10日的报告，结果确认无奇怪的后门等等的内容，无资讯泄露的记录。金管会主委偏金融表示，在金融监理上，针对金融机构委外，无限国家甲地区，全面要求针对资通安全的系统拢爱规范，特别是高风险地区。我们在金管这部分有2个重点，一个是治安，一个是只要任何碰触到客户资料的部分，我们都会做更严格的管理。针对中资的公司疑似泄露来台湾承接金融业务，信用卡专家指出，民众若烦恼资安外泄，会当采取自保的措施。民众如果有各自疑虑的话，我建议就是一律先停卡，先不要去使用它。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各自外泄的话，就是可以要求银行把你所有的各自删除。那你在卡片结清之前，就是账款只要付完之后呢，卡片就可以办理结清，那账户也可以结清销户。金管会银行局表示，会请银行公会检视资通安全管理规范、强化管理机制，降低国家资通风险。也研究跨部会合作，对安怎管理资安厂商进行资讯交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